镇压之后25年流亡，我有时候我会想，我很累，我很痛苦，但是我看到伟大的达赖喇嘛尊者，我看到你们是什么样的勇气，一直支持着你们55年，是你们的爱，西藏人伟大的爱，西藏伟大的文化，伟大的达赖喇嘛，他感染着我们，他支持着我们。 那讲到那那个么起步，长那个我里呢，家觉得真正的呢那个差的是，罗你上啊了那各位同类开张，什么教我给那最忙不凶死，热的那敌人这个是真正的那那个做，别个没得当，家人们去给那最，吃上说个多年，等你那个做，我还是这城市呢，吃上说了垃圾全部给物质去，物质去军队，吃上说了。 还是将军前的去，狼队的去，人家垃圾全部这个物质我们种种钱呢，加上说刚刚清查起呢，到时经济多呢，他是这样给没得更多些的，那的垃圾全部就来下上，这里呢，那另外的不晓得。